講一句好多人唔願意承認嘅真話。而家嘅香港正度緊一個前所未見嘅經濟寒冬，仲要係無人能夠置身事外嘅嗰種。換做5年前、10年前，你同身邊嘅香港人講話，我哋核心新區嘅巨型地皮底價5億5千萬都冇人要，全程零投標。話港府年年虧空千億，靠借新債還舊債度日。話我哋累積幾十年嘅財政家底，6年之內就會徹底清倉。所有人都會當你係發夢，係危言聳聽。始終喺大家根深蒂固嘅認知入面，香港寸土寸金，地皮永遠搶住，要金融中心根基穩固，庫房充盈，樓市同土地財政係永遠唔會崩塌嘅神話。但係今日呢啲曾經大家覺得絕對唔可能發生嘅事，全部都真實上演喺我哋眼前，一個個顛覆常識嘅市場信號，一組組刺眼嘅財政數據，赤裸裸話俾我哋知，香港過往幾十年嘅經濟增長邏輯、高地價神話、穩健財政體系已經徹底落幕。而呢一場由土地崩盤、債務爆雷、收入崩塌引發嘅經濟倒退，最後所有賬單都會全數攤派俾每一個老老實實嘅香港市民。今日呢條片，我哋唔講虛嘅口號，唔睇美化嘅報告，老老實實拆解呢一場隱藏喺繁華表面之下嘅深層危機。由北部都會區核心地皮離奇流拍，講到港府年年千億發債嘅死循環，再拆解我哋普通人未來要面對嘅資產縮水、稅費上漲、福利收縮嘅真實困境，句句都係乾貨，個個結論都有據可依。近期香港樓市同土地市場爆出嘅重磅消息，喺業內掀起極大震盪，但係好多普通市民仲未察覺到背後嘅致命危機。香港政府重點打造承載住全城未來發展厚望嘅北部都會區核心腹地，一幅極具戰略價值嘅巨型地皮，官方底價定足5億5千萬港元。按照以往嘅市場規則，呢啲坐擁頂級政策加持、核心區位優勢、新區發展紅利嘅優質地塊，必然會引發各大發展商瘋狂搶標，議價成交先係常態，流拍根本係天方夜譚。但係最終嘅拍賣結果，徹底打破咗所有人嘅固有認知。呢一場備受全城關注嘅土地出讓，全程零發展商遞交標書、零競價、零接盤，就連最基本嘅底價都無人承接，最終慘淡流拍。好多街坊唔明呢個畫面有幾恐怖，淨係當係一次普通嘅交易失敗，殊不知呢一幕係全港地產商集體用真金白銀投票，對香港樓市前景、經濟基本面、新區發展潛力投下咗最徹底嘅不信任票。做生意揾大錢嘅地產商人，永遠比普通市民更睇得清市場真相，更識判斷風險。佢哋從來唔會被官方嘅長遠規劃、宣傳口號沖昏頭腦，所有投資決策都只睇一個標準：可唔可以喺可控時間之內賺到穩定利潤，風險係咪可控？而今次核心地皮無人問津，就證明所有發展商都達成咗統一共識。而家入局，香港新區土地市場唔係揾錢，係純粹送死被套路。我哋一定要釐清一個關鍵背景，唔好誤以為呢塊流拍地皮係偏遠旮旯配套殘缺嘅劣質地塊，恰恰相反，呢塊地係香港政府耗費數年心血、精心規劃、重點賦能嘅北部都會區核心地段。北部都會區係香港近年最高規格嘅超級發展戰略，係官方定位嘅香港未來新核心，肩負住重構城市空間、對接大灣區資源、帶動產業升級、擴容城市發展邊界嘅重大使命。根據政府公開嘅詳細規劃數據，北部都會區已經啟動4大新發展區建設，累計收回超過520公頃土地，完成120公頃土地平整工程。短期規劃未來5年會落地超過7萬個住宅單位，逾8萬平方產業樓面。長遠規劃更加涵蓋24萬住宅單位、1000萬級產業空間。預計可以為香港創造超50萬個就業崗位，係未來10年香港最核心、最重磅嘅發展佈局，幾乎匯聚咗全城嘅政策資源同發展重心。擁有如此頂級嘅資源、傾斜、清晰嘅發展藍圖，官方全力背書。按理嚟講，呢塊地絕對係資本爭搶嘅優質肥肉，根本唔存在滯銷流拍嘅可能。但現實就係咁殘酷，任憑政府規劃講得天花亂墜，前景描繪得無比美好，所有一線發展商都選擇集體躺平，全數罷買。今昔對比更加令人唏噓。10幾年前嘅香港土地市場，就算係市區細碎小型地塊、老舊翻新地皮，地價都遠遠高過今次流拍嘅核心地塊。當年樓市熱度爆棚，市場信心十足，發展商為咗儲備土地，哪怕小幅溢價，
壓縮利潤都要爭相入局，因為當時全市場都篤信香港土地稀缺，人多地少，地價樓價只會升唔會跌，持有土地就等於持有穩賺不賠嘅資產。但而家呢個延續咗幾十年嘅鐵律已經徹底失效。發展商集體棄標嘅核心原因，從來唔係佢哋冇錢，而係佢哋睇穿咗真相。北部都會區嘅宏偉規劃，目前只停留喺紙面藍圖同基礎基建階段。呢類超級新城項目，由土地平整、道路鋪設、水電配套落地，到後續產業導入、人口集聚、商業成熟、稅收回流，起碼需要10幾甚至幾十年嘅超長週期。喺漫長嘅前期建設階段，只有源源不斷嘅巨額資金投入，完全冇即時經濟回報。對於以盈利為核分嘅市場化企業嚟講，投資嘅本質係揾錢，唔係配合政府做公益式長線建設，要佢哋拿出幾億、幾十億真金白銀，參與一場回報遙遙無期、風險完全不可控、未來變數極大嘅賭局，根本唔符合商業邏輯。比起冒住巨額虧損、資金長期被套嘅風險，入局新區開發發展商而家更傾向於持有現金觀望，或者投向回報更快、風險更低嘅賽道。呢一份集體觀望、全員撤場，就係香港土地神話破滅嘅最有力實證。土地市場全線遇冷，只係香港經濟危機嘅冰山一角。一邊係地皮賣唔出，土地財政徹底失靈；另一邊就係港府債務規模持續暴漲，年年千億發債。面對市場降溫、財政收入大幅縮水嘅殘酷現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多次公開回應，強調政府每年1000億規模發債，大舉投入基建，係立足長遠嘅戰略投資，係為香港未來鋪路，絕對唔係無謂消耗。官方嘅標準說辭一直都好統一，現階段嘅赤字同舉債係發展必經嘅時間差成本。而家投入嘅所有基建工程、新區開發資源，未來都會逐步釋放經濟動能，帶動產業落地、人口回流、稅收增長，最終實現財政收支平衡，徹底擺脫赤字困境。表面聽落呢套邏輯通順有理有據，完全符合城市升級發展嘅常規規律。但只要我哋用香港人最務實、最落地嘅眼光拆解，就會發現呢番說辭只係包裝精美嘅糖衣謊言，係用嚟粉飾當下財政困局、掩蓋經濟倒退真相嘅話術。明眼人都睇得通透，而家港府嘅1000億發債操作根本唔係咩長線投資，就係最直白嘅借新債還舊債，純粹靠新發債券嘅資金填補舊債窟窿，維持政府基本運轉，完全失去咗財政投入帶動經濟增長嘅正向意義。我哋直接攞權威財政數據拆解，等大家直觀睇清呢一場隱藏嘅財政風暴。根據香港最新財政預算案公開數據，香港嘅財政赤字已經連續多年維持喺1000億港元級別，峰值時期嘅實際赤字係年初預算預估嘅2倍以上，虧損幅度遠超市場預期。有專業財經機構統計過，香港全年常規財政總收入大約維持喺5000億港元左右，看似體量龐大、根基穩固。但政府每年嘅發展類開支已經逼近1950億港元，單單係發展開支就佔咗全年總收入嘅近40%，再加上龐大嘅行政開支、民生開支、運維開支，整體財政早就入不敷出，嚴重失衡。最致命、最恐怖嘅，仲係債券資金嘅真實用途，呢個亦都係香港財政體系最大嘅隱性炸彈。根據港府債券發行細則同資金流向公示數據顯示，近年新發行嘅政府債券有超過56%嘅資金根本唔係用嚟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培育產業，而係全數用嚟償還過往舊債嘅本金同利息。簡單俾大家計數，每年近1950億嘅發債規模，當中有1340幾億係純粹還債，真正可以落袋用喺城市建設、產業發展、民生優化嘅資金寥寥無幾，不足30%。呢種運作模式同坊間普通人卡數還卡數、借新貸還舊貸嘅高危負債模式一模一樣，完全脫離咗正規政府公共財政嘅運作邏輯。普通人一旦陷入借新還舊嘅循環，就代表現金流徹底斷裂，收入撐唔起支出，距離財務破產只差一步。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香港政府，而家就深陷呢個死循環，公共財政已經徹底失去自我造血能力，全城嘅運轉同發展完全靠透支未來、舉債度日支撐，經濟根基早已搖搖欲墜。好多街坊都會疑惑，香港曾經年年庫房盈餘、儲備豐厚，係全球知名嘅穩健財政城市，點解短短幾年時間就淪落到年1000億赤字、靠發債續命嘅地步？
答案好簡單，香港維持幾十年嘅三大財政收入支柱，而家已經全線崩盤，齊齊熄火，再冇一項可以撐得起政府開支。長期以嚟，香港政府70%以上嘅財政收入都靠三大來源支撐。企業利得稅、樓市印花稅、土地出讓收入呢三大板塊係香港高地價經濟模式嘅核心根基，撐起咗傳承數十年嘅繁華同穩定。但而家三大支柱齊齊斷裂，徹底冇咗造血能力。首先係土地出讓收入，呢個係香港最核心嘅財政命脈。過往幾十年，憑借住土地稀缺性同樓市旺盛需求，港府靠賣地賺取巨額收益，支撐地鐵建設、公共服務、民生福利、城市基建等所有開支，締造咗舉世聞名嘅香港土地財政神話。但而家呢條最核心嘅水源已經徹底乾涸，核心新區優質地皮、底價流拍、無人問津，足以證明香港土地市場已經徹底反轉，由過去嘅供不應求、搶地競價，變成供過於求、無人接盤，發展商停止拿地，土地交易冰封，地價持續下行，政府最穩定、最大份嘅收入來源直接歸零，而且短期完全冇回暖嘅跡象。第二就係企業利得稅大幅縮水，利得稅係香港經營性財政收入嘅核心，直接反映城市企業盈利狀況同經濟活力。近年嚟，外部營商環境持續變動，疊加內部市場萎縮、消費低迷、經營成本高企等多重打擊，大量外資企業撤離香港，調整區域佈局，本土大企業亦都紛紛收縮，規模縮減業務，裁員節流，企業數量減少，盈利大幅下滑，經營壓力爆棚，直接導致政府利得稅稅源大幅萎縮。而家香港實體經濟嘅低迷，我哋落街就可以直觀感受到。每逢週末節假日，香港各大商圈冷冷清清，人流稀疏，好多零售店、餐飲店門可羅雀，租金壓力巨大，不少商鋪撐唔住，只能縮短營業時間，甚至結業離場。反觀一河之隔嘅深圳，各大商場商圈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無數香港市民北上消費購物、飲食娛樂，本地消費持續外流，內需極度疲軟，企業冇生意冇利潤，自然交唔出稅，政府經營性收入自然逐年暴跌，呢個係無解嘅惡性循環。最後係樓市印花稅青黃不接，印花稅收入高度依賴樓市交易活躍度同高端資產流通。過去幾十年，香港大量高學歷、高收入中產階層撐起咗高端樓市交易，源源不斷嘅印花稅為庫房輸血。但近幾年香港爆發大規模中產移民潮，數十萬高淨值、高收入人才選擇移居海外，帶走咗海量優質資產同核心消費力量。呢班人係香港樓市改善交易、高端流通嘅主力。佢哋大規模流失之後，香港樓市高端交易直接斷層，剛需交易亦都極度疲軟。樓市整體活躍度大幅下降，印花稅收入持續崩塌，徹底陷入後繼無人、無以為繼嘅困境。三大財政收入支柱齊齊崩盤，全面萎縮，但政府嘅開支就完全冇收緊、冇節制。翻閱近年財政修訂預算可以見到，就算收入大縮水，赤字年年爆升，政府年度總開支依然維持喺7000零幾億港元嘅高位。修訂之後嘅縮減幅度唔夠三下，幾乎等於冇減。一邊係收入斷崖式下跌，造血能力枯竭，一邊係開支居高不下，大肆揮霍。呢種極端失衡嘅財政結構就係香港危機愈演愈烈嘅根本原因。更加令香港市民心寒嘅係，政府喺財政拮據、庫房縮水嘅時候，取捨方式極度離譜，本末倒置。面對赤字壓力，政府第一時間選擇壓縮嘅係基層市民嘅民生福利，削減長者乘車補貼、上調大學學費、縮減基層公共服務經費、收緊各類民生津貼，想盡辦法喺普通人身上節流，壓榨市民福利。但係面對北部都會區呢啲動輒幾千億甚至上萬億嘅超級基建工程，政府就毫不手軟，大手大腳，哪怕項目回報週期極長、風險極高、前景未知，都依然持續加碼投入，瘋狂擴張規模，緊民生、豪基建、好儲備。呢種扭曲嘅發陣微視，正極速透支香港幾代人累積嘅家底。香港財政儲備曾經站上近1萬億港元嘅歷史高位，係全城抵禦風險、應對危機嘅最大底氣。而家已經大幅縮水至6400億港元左右，看似仲有巨額儲備，但對照每年7000幾億嘅剛性開支，而家嘅儲備只足夠支撐政府大約8個月嘅基本運轉，風險緩衝空間已經被壓縮到極限。多家權威財經研究機構早已做出精準推演，按照而家收入持續下跌、開支持續高企，
債務持續膨脹嘅趨勢發展，香港現存財政儲備好大機會喺6年之內徹底清零，庫房空空如也。6年時間一眨眼就過，速度快到所有人都反應唔切。最諷刺、最無奈嘅係呢啲激進決策、透支未來嘅操盤者，6年後大多已經卸任退休，安穩落地，完全唔需要承擔後續嘅爛攤子同經濟惡果。但世世代代紮根香港、努力生活嘅普通市民，就要全額承接呢一場財政危機嘅所有後遺症，為當局嘅盲目投資、過度透支埋單。為咗拖延危機、維持表面繁榮，港府嘅融資手段不斷突破底線，甚至開始覬覦香港最後嘅安全底牌——外匯基金。有消息透露，政府已經積極研究動用外匯基金，為大型基建項目輸血填數。好多街坊唔清楚外匯基金嘅重要性。呢筆資金絕對唔係政府可以隨意動用嘅閒錢。外匯基金係香港數10年經濟發展累積落嚟嘅全民財富，係維繫港元匯率穩定、金融市場穩定、整個國際金融中心體系運作嘅終極定海神針，係香港應對全球金融震盪、地緣風險、資本外流嘅最後防線。一旦呢筆核心儲備被大量挪用，填補基建缺口、支撐債務運轉，香港就會徹底失去風險抵禦能力。未來只要遇到全球通脹反彈、匯率震盪、外資撤離、資本市場波動，香港將冇任何緩衝空間，整個金融體系同經濟體系都會直面前所未有嘅系統性風險。呢種深層隱患遠比短期財政赤字更加致命、更加恐怖。除此之外，港府嘅發債邏輯亦都發生咗根本性變質，徹底偏離咗最初嘅良性軌道。早年香港政府發行嘅綠色債券、銀色債券、基建債券，初衷非常健康，主要係為咗完善本地債券市場，為投資者提供穩健抗通脹、回報穩定嘅金融產品。當年債券冒冊嘅資金會交由金管局做專業化、穩健化嘅金融投資，持續產生穩定收益，唔單止唔會增加財政負擔，仲可以反向補貼庫房，充實儲備，形成良性循環，係服務市場、完善金融體系嘅優質操作。但近年開始一切徹底改變，政府新發債券冒冊嘅資金唔再用於金融投資、產業培育、民生富寧，而是直接劃入基建資金池，變成鋪路起樓、開發新區嘅工程費用。換句話講，原本可以持續造血、穩定增值嘅金融資產，而家徹底變成咗隻投入零即時回報嘅固定資產消耗。基建投資本身就具備週期長、回報慢、不確定性極高嘅特點，北部都會區呢類超級工程，未來能否成功導入產業、集聚人口、創造就業、產生足夠稅收覆蓋債務，完全係未知數。一旦項目落地不及預期，產業導入失敗，新區淪為空城，政府就完全冇收益還債，最終只可以靠發行更大規模嘅新債券，償還過往舊債，債務雪球越滾越大，風險越積越高，形成舉債基建冇收益再舉債嘅無解死循環，徹底將香港財政拖入深淵。好多人仲抱住樂觀，寄希望於全球利率下行，覺得外圍環境好轉之後，港府發債成本會降低，財政壓力自然會緩解。但呢種想法太過天真，完全忽略咗當下複雜嘅國際局勢。而家全球地緣政治持續動盪，各國貨幣政策、關稅政策持續調整，全球通脹隨時捲土重來，市場利率長期維持高位已經係大概率事件。只有利率持續高企，港府每年近2000億嘅發債規模就會產生巨額利息開支，債務成本如同滾雪球一樣不斷暴漲，財政收支缺口持續擴大，最終整個財政體系必然不堪重負，面臨系統性崩塌危機。好多街坊以為呢啲都係宏觀政策、高層操盤嘅大事，同普通人生活無關。呢個係最大嘅誤區。呢一場經濟寒冬、財政危機，最終每一分代價都會落到每一個香港人身上。過去幾十年，香港人最引以為傲、最安穩嘅財富底氣就係物業樓市。大家都篤信房產保值抗通脹，永遠唔會貶值。但今次北部都會區核心地皮5億5千萬底價樓拍，已經為全港樓市重新定價，徹底打碎咗樓市只升唔跌嘅終極神話。地價係樓價嘅底層支撐，核心新區地價無人承接，價值崩塌，全城樓價必然跟隨下行，大勢所趨，無可逆轉。未來幾年，無數香港家庭嘅物業資產會持續縮水，好多人辛苦供樓賺落嚟嘅家產，隨時會變成負資產。與此同時，政府為咗填補1000億級財政缺口，償還巨額債務，必然會持續增收節流，
上調公共扶護收費，增加各類稅費，進一步縮減民生福利，收緊各項補貼。一邊係個人財富大幅縮水，資產貶值；一邊係生活成本持續上漲，稅務負擔加重，雙向擠壓之下，普通香港市民嘅生活壓力只會越嚟越大。呢個就係我哋講嘅全民買單，冇人可以逃避，冇人可以豁免。而家好多敏感嘅市民已經察覺到危機，開始主動降級消費，留存現金，轉移資產，減少大額投資，盡量保住自己嘅流動資金。但全民嘅避險行為又會進一步加劇經濟惡化。市民唔消費，商戶冇生意，企業冇利潤，政府稅收再縮水，庫房更加緊張。政府繼續發債加稅縮福利，係經濟進一步低迷，惡性循環越演越烈。我哋不妨做一個最貼合現實嘅最壞假設：如果未來3-5年香港唔能夠實現產業突破、人才回流、外資回歸，北部都會區嘅超級基建項目最終冇產業落地、冇經濟產出，咁呢幾年投入嘅數千億基建資金就會徹底變成無底洞式嘅無效消耗，千億債務年年累積，財政儲備逐年清零，產業活力持續流失，香港嘅經濟基本面會徹底固化下行，再也冇翻身嘅底氣。更加值得警惕嘅係，一座城市嘅核心競爭力，從來唔係高樓大廈、寬闊馬路、嶄新新區，而係獨一無二嘅制度優勢、金融地位、營商環境、人才集聚能力。過往香港靠住接軌全球嘅金融體系、自由開放嘅市場環境，成為內地對接世界嘅唯一跳板，先至有持續嘅資本、人才、企業湧入。但而家呢啲核心優勢正在逐年弱化，內地各大城市金融、科創、營商混併快速趕超，香港嘅獨特性、唯一性持續流失。當內地唔再需要以香港為跳板對接全球，就算我哋起再多嘅新城、再多嘅摩天大樓、再多嘅基建配套，最終都只會淪為無人居住、無人經營、無人產出嘅空置建築，變成不斷消耗財政資金嘅超級白象工程，完全無法帶動經濟增長。回望過去，香港嘅財政隱患早就埋下，只係被過往嘅經濟紅利掩蓋咗。早年香港年年千億級財政盈餘，庫房充盈，家底豐厚，但當時政府已經開始持續擴張，基建手額、發債規模由最初每年幾十億一路飆升至8億、1000億級別。表面睇落經濟數據亮麗，城市鏡視日新月異，實則係透支未來粉飾太平，悄悄累積結構性隱患。時至今日，所有隱藏嘅問題一次性爆發，持續舉債、盲目基建、透支市場、消耗信心，最終將曾經風光無限、穩健領跑嘅國際金融中心拖入咗靠債務續命、靠政策托底嘅困境。呢個絕對唔係所謂嘅經濟轉型，而係徹頭徹尾嘅經濟倒退。一個健康嘅經濟體，經濟增長、財政增收一定靠企業創新、居民消費、國際貿易、產業升級，絕對唔係靠政府單邊舉債、堆砌基建數據，單純靠政府債務拉動經濟。同內地部分城市嘅城投債死局毫無區別，短期可以撐起亮麗數據，長期必然爆雷，代價慘重，完全唔具備可持續性。而家嘅香港已經陷入全方位死局，土地神話徹底破滅，市場資本全面離場，產業活力持續低迷，高端人才不斷外流，財政收支嚴重失衡，債務雪球越滾越大，民生福利持續收縮，幾十年累積嘅發展紅利、制度優勢、財政家底，正喺短短數年間被快速透支、消耗殆盡。官員口中嘅美好未來，產業騰飛，收支平衡，喺冰冷嘅數據、真實嘅市場、惡化嘅基本面面前，顯得無比空洞、無比虛假。5億5千萬地皮流拍，從來都唔係一則簡單嘅地產新聞，而係一個時代終結嘅警鐘，標誌住香港高地價、經濟神話落幕、高速發展週期徹底終結。當發展商集體撤場、資本用腳投票、庫房持續失血、政府靠債度日，每一個扎根呢片土地嘅香港人都無可避免要承接未來嘅調整陣痛同經濟代價。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認清現實，摒棄過往嘅樓市幻想同經濟僥倖，提前做好風險規劃，穩住自身資產，理性應對未來嘅經濟波動。如果你睇明咗呢條片背後嘅深層危機，覺得呢份接地氣、夠真話話、有深度嘅分析對你有用，記得點讚訂閱，開啟鈴鐺更新#得下。我會持續同大家拆解香港樓市、財政經濟嘅真實走勢，唔俾大家被官方美化嘅報告誤導。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講講你對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樓市前景、千億債務危機嘅睇法。
我哋理性交流，互相預警，提前佈局，一齊應對未來嘅市場大變局。